環看今天，陳小寶、鄭子彤、許柏倫、艾力。左邊看紅棉道風格，轉彎降落道亦優雅。下個彎，喂，要改下份歌詞咯。改咩？遲啲電車唔淨止喺港島噶啦。環看今天，環看焦點。嗱，你絕對咧冇聽錯噶，呢一啲叮叮叮叮嘅電車聲呢，喺嚟緊7月咧，不知不覺已經陪伴咗香港人110年噶啦。不過呢一份歸屬感咁多年嚟，都好似一直只係屬於港島區嘅居民專有咁噃。對於住九龍同埋新界區嘅朋友，以後如果你想坐呢啲咁平嘅交通工具呢，唔需要下下再走去港島區啦，因為電車公司嚟緊有意將電車進軍去九龍同埋新界區啊。最重要嘅係電車公司並冇加價，情懷就梗有噶啦，但面對住港鐵、巴士呢啲大型運輸工具競爭，電車嘅生存空間究竟仲有幾大呢？而你又有幾愛電車啊？環看今天，陳小寶、鄭子彤、許柏倫、艾力。咁就想問翻嘅，阿子彤，如果有電車去到喺九龍嘅，你會唔會搭咧？我會噶，如果唔趕時間嘅話。O K，好彩有呢句說話跟尾啫。咁仲有如果就咁樣講緊，我哋已經好塞車噶啦噃，仲要整啲路軌出嚟俾電車，咁會唔會其實因為我哋想保留翻電車，而令到我哋嘅交通出現咗好嚴重嘅擠塞咧？所以呢一個咧，其實我都會想問下有關方面嘅朋友，因為頭先我哋講緊喺咪後講呢個新聞嘅時候咧，咁我哋嘅即係 operator 哥哥咧，咁都即刻話如果新界嘅話，新界其實都有嗰啲嘅即係輕鐵嘅咯喎，咁仲使唔使有電車咧？同一個問題嚟嘅。唔係，我諗輕唔輕鐵同電唔電車咧，就其實就冇太大嘅關係嘅，就係多啲交通工具嘅自己大家多啲選擇嘅啫。而係我覺得你知啦，電車第一佢唔係快，係啊，第二咧佢一定有佢自己專用嘅路軌。咁你知道我哋而家九龍呢邊淨係彌敦道啊，我諗而家揸緊車朋友都知嘅。彌敦道啊，差唔多而家直情簡直咧就快變曼谷噶啦，我同你講啊，即係日日都塞車嘅，黐嘅直情係。咁你仲要電車喎？我當然啦，有可能就唔喺彌敦道啦嚇。咁唔喺彌敦道喺邊度開咧？咁即係連其他嗰啲唔塞嗰啲，有可能都整嗰啲電車嚟會塞喎。咁啊，我哋同啲朋友傾下偈啦。好，我哋電話旁邊呢就有香港電車迷會會長李俊龍啊 ，Eric 喺度㗎。你好 ，Eric。Eric 你好。Eric， 好 ，Eric 你好，係你好，你好 ，Eric 我首先想問一問你先，點解你係電車迷咧？你樣嘢都唔迷，你咁迷電車點解咧？啊？哇，因為我其實細個啦就已經中意電車噶啦。點解咧？點解中意電車咧？有段故嘅，咁就我媽咪話翻俾我聽啦。咁我細個嗰陣時就扭計，咁我一聽到電車叮叮聲咧，咁就抱我落去電車站度聽咧，咁就唔喊噶啦。哦，你果然係電車男，你果然係電車男。咁但係我哋又講翻少少即係生活方面嘅嘢先啦吓。咁如果嚟到九龍新界，對於你嚟講，肯定好開心嘅啦，係咪？你唔會唱反調啊？係咪？哦，當然啦。咁但係個交通擠塞真係一個問題嚟喎，你有冇擔心過咧？咁其實當然啦，如果要即係響九龍或者新界引入翻電車嘅話咧，咁就會係一種比較現代化啲嘅電車嘅，即係就唔會係好似港島區呢啲比較傳統嘅電車啦。咁另外係啦，咁另外另一方面咧，咁就當然道路配套啊，或者即係交通流量，當然要即係作為一個改善咁樣，先可以即係配合到電車嘅嗰個效用喺度咯。OK， 咁啊，你係電車迷，我搶先問一問先啊。你有冇一條好理想嘅九龍嘅電車路線呢？即係你話哇，如果有呢條路線，我又電車迷發達啦咁樣啊？咁有冇咧？係啊，咁其實而家呢個階段咁最理想嘅九龍電車路線，我會選擇啟德咯。點解咧？又係啦，因為啟德其實就係一個新發展區啦，咁即係道路嘅規劃啊，同埋一啲嘅大眾運輸嘅連接啊，即係到呢個 moment 都未話係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機會去
俾電車去到發展咧，咁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果然啊 Eric 唔單止係電車迷喎，佢真係仲為呢個基本上嗰個電車嗰個發展，你都即係 plan 好晒啦，佢已經睇得好仔細喎呢個。咁你覺得而家成日都講話要發展呢個機場附近嗰啲地方啊嘛？嗰個乜鬼嘢大嶼山北係嘛？咁嗰啲係咪有電車又會令到我哋啲旅遊嘅朋友啊嚟到又覺得開始即係點講啊？又多啲咁嘅所謂嘅特色嘅嘢吸引佢哋啦？咁會唔會都係咧？咁呢個當然啦，因為其實傳統嘅電車咧，咁就喺香港島呢邊啦。咁譬如如果再引入翻即係電車系統咧，咁可能一啲比較新式嘅電車，咁就即係令到啲遊客覺得啊，原來香港電車即係都有一個即係發展喺度咁樣咯。嗱嚟緊呢就係配合翻呢一個電車咧，因為喺香港已經有好耐嘅歷史啊，咁就會有個即係比較新少少嘅包裝啦，當中啊包括有埋嗰啲新嘅制服啦。你自己係點睇咧？我覺得即係因為其實下年就會係即係電車嘅110週年啦。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即係向大眾推廣一啲關於電車文化同埋關於一啲電車嘅發展嘅一個機會咯。咁但係我奇怪，嗱香港嘅步伐咧好急促噶嘛，咁我通常都係選擇咧比較得閒嘅 hea 嘅時候咧，咁我先會搭電車。咁 Eric 你又通常咩時間搭電車咧？我其實基本上都會用電車作為一個即係譬如出街啊，或者去銅鑼灣咁，我住港島區嘅，咁我都會即係選擇用電車作為一個代步嘅工具，因為對於我嚟講啦，咁譬如我比較短程嘅，咁我會覺得即係搭電車其實係點對點係好方便咯，即係唔會好似地鐵咁即係上上落落啊咁樣咯。OK， 咁你又會唔會覺得你中意嗰啲電車係而家即係嗰個舊式嗰隻啦嚇？咁突然間嚟咗啲新式嗰啲，會唔會對你呢個電車嗰個情懷有所影響咧？或者你覺得你嗰個即係以前嗰種所謂古老欣賞嘅嗰樣嘢會減低咗咧？其實又唔會喎，因為我中意電車就唔係即係淨係中意佢古老嘅一面咯。咁我當然即係希望電車係向香港，即係而家喺香港發展到就係第7代啦。我都想即係日後都見到有第8代、第9代嘅出現啦。咁即係一個即係好好嘅發展機會啦。OK， 咁可唔可以簡單啲話俾我聽下現代嘅電車？嗱，你係電車迷啦嚇。現代嘅電車其實會係一啲點樣嘅模式㗎？我哋因為真係冇乜點諗過，亦都冇乜點見過。係啦，咁大家平時喺港島區見到嗰啲電車咧，就係一啲比較傳統嘅即係電車啦。咁而一啲現代化電車咧，咁其實而家喺歐洲啊好多國家都好盛行。咁甚至而家咧大陸有啲城市內地都有㗎，我見到係啊，內地都去引入翻呢個電車，即係作為一個主要嘅交通工具。咁而家嘅電車就你會睇到就會係用一個單層嘅設計啦，咁佢就會可能有好多卡咁樣，即係可能有3-4卡嘅。咁而佢咧個站台咧就即係可能路邊一個石壆咁就可以同個車廂即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低地台冇障礙嘅通道咁樣可以上車啦。咁電車其實你某個程度上都好嘅，因為佢係電氣化，咁就變咗即係對於嗰個環保啊各方面其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嘅。係啊，同埋新式嘅電車咧已經唔需要即係用架空電能去到取電嘅啦，咁佢可以用即係超級電容啦，又或者即係選擇用路軌，即係第3條嘅路軌去到取電啦。OK， 係啊，果然係 Eric 對呢個車非常之。我可唔可以多追問下你做成行啊？點解你會對呢個電車會忽然間你係咪做嗰啲機械啊定係點樣嘅？唔係㗎嘛？其實唔係，當你中意一樣嘢咧，就會即係千方百計去到了解佢多啲，係啦。咁你最中意嘅係邊一代嗰啲電車啊？有冇話？其實我最中意就係50年代款式嘅電車咯。係點解佢有咩特色？可唔可以同你講下？因為50年代款式嘅電車咧，咁而家咧其實電車公司都仲有保留一部嘅，咁嗰部就係120號啦。咁因為呢一款嘅電車咁啊一直用到去80年代，咁就即係比而家嘅電車咁啊取締咗個外形。咁點解我會咁中意？就係因為細個嗰陣時，即係最初接觸就係呢一款嘅電車，咁所以有個情意結喺度啦。OK，我相信呢個電車110週年咧，你點都要，我哋會同你爭取嘅。如果佢哋唔嚟揾你，我哋都會同你爭取。你點都要喺嗰度負責，即係做一啲點講啊？代言人又好，或者負責做一啲宣傳嘅嘢好啊！真係，我覺得你係非常之有呢個電車嗰個傳統落嚟嗰個精神嚇。你知道電車其實係香港嘅一個都可以叫做係一個 icon 嚟嘅，即係如果我哋
如果仲有嗰啲所謂明信片 postcard 嘅時候咧，你知道以前咧就好興整隻帆船啊，要代表香港啊，係咪先？咁我諗電車都其實係一個不可磨滅嘅一個形象嚟嘅，係咪先？係啊，同埋佢其實即係代表咗香港人嘅堅持同埋毅力咯。因為其實講緊咧，香港電車即係由40年代開始咧，所有零件啊，甚至車身嘅建造啊，都係由香港人一隻腳去到做噶啦。哦，哇！呢個我哋又唔知啊，唔同你傾嘅又唔知道，果然係與君一席話。OK， 多謝晒 Eric。好，我哋有希望再同你傾偈，特別係電車方面嘅向你請教。感謝。好，唔該晒你，拜拜。好，佢就係香港電車迷會會長李俊龍 Eric 啊，非常之稱職啊。